謝主，今日嚟到看見列國守望神國。感謝主，今天來到看見列國守望神國。今日要守望嘅國家係文萊。今天守望的國家是文萊。唔該 PPT。文萊呢係位於東南亞。文萊位於東南亞。佢呢有一個全名嘅，它有一個全名，叫做文萊達魯薩蘭國。叫文萊達魯薩蘭國。咁呢，達魯薩蘭喺馬來文嘅意思就係和平之國。達魯薩蘭在馬拉話意思就是和平之國。嗱，咁大家咧可以喺地圖中間下邊見到，大家在地圖中間下面看到，佢位於東南亞嘅東邊，位於東南亞東邊。咁咧喺右上可以更加清楚睇到，在右上角可以看清楚一些。佢咧係位於一個叫婆羅洲嘅地方。它位於婆羅洲這個地方。咁見唔見到有深藍色兩個三角形啊？深藍色的那個三角形，係啦，嗰度就係文萊啦。那就是文萊。其實咧，佢全盛時期咧，文萊帝國咧係佔據咗成個婆羅洲㗎。它全盛時期，文萊帝國佔據整個婆羅洲。而家咧係得返3%嘅啫。現在只有3%的面積。仲要係佢嘅國土咧，俾馬來西亞咧就分為咗1分為2。被馬來西亞國土一分為2。好，咁我哋再睇一睇個地圖啊。我們來看地圖。其實咧，佢係俾一個馬來西亞嘅沙勞越咧係分割咗嘅。它被馬來西亞嘅沙勞越或者沙拉越分割咗。沙勞越分割。沙勞越同埋呢個沙勞越同埋沙巴咧都係屬於東馬嘅。沙拉越和沙巴都在東馬。咁點解會咁呢？我哋一陣間我哋可以再詳細啲去講。等一下，我們詳細說。咁可以睇下地圖嘅左下邊。地圖的左邊呢條咧叫做淡武龍大橋。叫做淡雅龍武大橋。佢咧係連接文萊兩個分隔嘅地方。它連接文萊分隔嘅地方。係東南亞最長嘅跨境大橋。是東南亞最長嘅跨境大橋。咁喺2020年起咗之後，在2020年起通車之後，文萊嘅市民咧就可以直接經過呢條橋咧，係連接文萊嘅兩個州啦。文萊嘅市民經過這兩個橋，它連接兩個州，就唔需要經過馬來西亞過境啦。就不需要經過馬來西亞過境。咁文萊咧有5個香港咁大嘅。文萊約5個香港這麼大，人口咧得50萬嘅啫。人口才50萬，係東南亞人口最少嘅國家。是東南亞人口最小的國家。下一張。下一張。東南亞小國富產石油。東南亞小國富產石油。政權世襲政教合一。政權世襲政教合一。雖然咧佢好細，雖然它很小，但係咧佢係世界上最富有嘅國家之一喎。但是它卻是世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因為咧佢擁有東南亞最大嘅油田。因為它擁有東南亞最大的油田。石油同埋天然氣咧佔咗國家嘅生產咧接近90%。石油天然氣嘅生產佔國家生產總值90%。係啦，咁咧可以睇下左邊嘅中間嗰幅圖。左邊中間的那個圖，呢個叫斯里亞10億桶原油紀念碑。叫斯里亞10桶原油紀念碑。文萊有一笪地方叫斯里亞。文萊有個地方叫斯里亞，就係喺嗰度咧發現咗石油嘅。就在那裡發現石油。咁咧就係正當佢生產到10億桶原油咧，就喺嗰度建咗一個紀念碑啦。生產了10億桶原油，就在那裡建了一個紀念碑。係啦，咁所以呢個國家真係叫富到漏油啦。這個國家叫富到流油啊！喺左下邊咧可以睇到有幾富啦。在左下角，我們看到有多富。文萊蘇丹即係話咧，文萊個國王。文萊蘇丹就是文萊的國王。咁佢好有錢啦。他非常有錢。佢亦都收藏咗7000輛豪華嘅名車喎。他名下收藏7000輛豪華的私家車。咁咧15億係台幣嚟嘅，即係大概50億嘅美元總值。大概50億美元，新台幣1500億左右。咁咧右上咧又講到，右上角說到，其實咧文萊嘅皇室咧係世襲嘅。文萊的皇室是世襲的。而家呢一個嘅叫做蘇丹咧，已經係第29世㗎啦。現在的蘇丹是29世。咁咧我揾資料嘅時候咧就有提到喎。找資料嘅時候有看到，其實有幾任嘅文萊蘇丹，有一個嘅文萊蘇丹咧，佢嘅血脈係嚟自穆罕默德㗎。有一個文萊的蘇丹，就是元首來自穆罕默德。係啦，有呢個嘅血統㗎喎。他有這樣的血統。咁啊可以睇下咧中間近左邊嗰幅圖啦。中間左邊的那個圖就係而家嘅國王同埋佢嘅皇后。就是現在的國王和王后。皇后咧有另外一個稱號嘅。王后有另外一個稱號。佢叫做行走嘅珠寶箱。它叫行走的珠寶箱。
上，你可以睇下佢頭頂上面嗰頂叫做祖母綠寶石嘅皇冠啊。你看一下，他頭頂戴的是頂級的祖母綠寶石王冠。係啦，咁皇后有好多頂皇冠嘅，王后有很多頂王冠，呢頂咧就係即係屬於係一個比較出名嘅一個嘅皇冠嚟㗎。這是一個比較有名的王冠。當年去拜訪英女王都係戴住呢頂皇冠他嘅。當年拜訪英女王也是戴的這個王冠係。啦，咁隔離咧隔壁呢，年青啲嘅咧，年輕一點就係的咧嗰個男士咧，那個男士，就係叫做東南亞最帥最靚仔嘅王子，就是東南亞最帥的王子，咁就係呢個四王子嚟嘅。就是四王子。咁啊，佢2年前結咗婚啦。他2年前結婚了，佢係一個網紅喎，佢仲係他還是一個 IG 網紅，係 IG 有250萬嘅粉絲㗎。 IG 有250萬的粉絲。係咁咧，文萊有咩出名咧？文萊有什麼出名睇下下呢？邊啦，看下面，因為佢係回教國家嚟嘅，它是回教國家，所以咧去到就係會睇清真寺。所以去到那裡就要看清真咁寺。有一個叫做好長啊，嗰個叫做奧馬阿里塞夫右下邊呢是奧馬阿里塞塞夫丁清真寺，丁清真寺，佢咧係亞太地區最壯觀嘅清真寺，它是亞太地區最壯觀的建清真築喺個人寺之一。工湖嘅上邊它。建造在人工湖上面咁，個頂咧都係用純金去鋪㗎啦。它的頂部是用純金來鍍的，隔離嗰個咧就係皇帝嘅皇宮啦。旁邊是皇帝的皇宮，咁亦都係呢個頂都係用純金去到鋪嘅。頂上也是用黃金來鍍的，佢所有嘅物料都係外國運嚟㗎。所有的材料都是從外國進來的。咁亦都有個稱號叫世紀性宮殿啦。有一個稱號叫世紀性宮殿，所以可以睇到呢個國家其實真係好富有啦。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國家真的非常富好，有。唔該，下一張。下一張，走出衝突，維持友好關係，走出衝突，維持友好關係，與鄰國成互惠互利伙伴。與鄰國成為互惠互利夥伴。係咁頭先講到，之前講到之前說到，係啦，文萊咧點解會變成咁細嘅咧？文萊為什麼變成這麼小呢？因為咧佢本來係成個婆羅洲咁大噶嘛。它整個婆羅洲那麼大，本但來係咧，因為有外族嘅入侵，同埋佢曾經係英國嘅殖民地，有外族的入侵，而且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咁啲地咧就不斷咧去到即係俾人吞併咗啦。它的土地被不斷被別人吞併了。本來沙勞越同埋沙巴咧，其實都係屬於佢嘅，本來沙拉越和沙巴都屬於它的，但係後尾佢哋都加入咗馬來西亞聯邦，但後來他們加入了馬來西亞聯邦，成為咗馬來西亞嘅一部分。成為馬來西亞版圖一份子。咁可以睇佢框住嗰個地方叫林夢啊，框着地方叫做林萊文亞林夢。林夢啊，叫本來林夢。佢都係文萊嘅，他本來也是文萊的，佢係文萊嘅糧倉他本來嚟嘅。是文萊的糧倉，但係咧，嗰個地區嘅人就抗議呢個文萊咧就收佢好高嘅稅款，所以當地人抗議高稅收，所以咧就要求獨立，最後佢就成功咗啦。要求獨立，最後成功了。所以又係成為咗馬來西亞一部分，他最後也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仲將文萊劏開咗，一分為二啦。所以把文萊分開一分為二了。所以有一段時間咧，文萊同埋馬來西亞關係比較緊張。所以有一段時間，文萊和馬來西亞關係比較緊張。但係因為咧，佢有個名叫達魯薩蘭啊嘛，即係和平啊嘛，它有一個名叫和平之國，所以佢最後咧都係咧同呢個馬來西亞咧係恢復翻一個友好嘅關係。所以最後都和馬來西亞都恢復了友好的關係。所以你睇下左下邊呢個安華啦，馬來西亞首相咧，佢都話我哋同埋文萊嘅感情係非常之深厚嘅，馬來西亞的首相都說我們跟文萊的關係非常的好，亦都係會好好咁合作。也會很好的合作咁。除咗馬來西亞之外，除了馬來西亞之外，呢個文萊同埋呢個嘅新加坡嘅關係亦都非常之好嘅。文萊和新加坡關係也非常好。原來咧文萊同新加坡幣咧係幾十年咧已經係1比1嘅匯率係掛鈎咗嘅咯喎。原來文萊幣和新加坡的貨幣都是1比1掛鈎的，所以如果你帶新加坡紙去文萊係可以用嘅，直接用嘅。所以去新加坡也可以用文萊幣。咁你可以見到中間有個展報就話咧要慶祝佢哋50年啦，用呢一個貨幣嘅掛鈎嘅一個嘅政策。中間那裡看到他們貨幣掛鈎的政策已經長達50年。係咁，右上邊咧亦都係有呢一個新加坡首相同埋文萊嘅蘇丹去見面啦，去傾一啲嘅合作。右邊呢是新加坡的首相和文萊蘇丹他們見面來聊一些合作。咁文萊咧其實佢都好積極喺呢個國際嘅參與一啲國際嘅事務嘅。文萊也很積極參與國際的事務。右下邊咧就講到右下角說到，今年咧佢喺呢個
東盟嗰度咧都係喺文萊主持咗一啲嘅會議嘅，今年在文萊舉行一些東盟會議，希望咧佢國際地位咧可以進一步提升。希望它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最後一版唔該。最後一版，全國實施伊斯蘭刑法，全國實施伊斯蘭刑法，教會受規管拓展受限。教會受規管拓展受限。咁右上角咧就係2020年嘅數據嚟嘅。右上角是2020年嘅數據，可以見到綠色大概有67%咧就係信回教嘅。67%是回教徒，大部分咧都係馬來人啦。大部分是馬來人，因為咧國法啊，伊斯蘭法啦。因為他們信伊斯蘭法。咁咧佢哋呢啲馬來人咧生來咧就係信伊斯蘭教，佢哋係唔可以改教嘅。馬來人他們生來就信伊斯蘭教，不可以改教。咁如果有人傳福音俾佢咧，都係唔可以嘅，都係觸犯咗刑法嘅。給他們傳福音也是不可以，會觸犯刑法的。咁基督徒咧就大概佔10%。基督徒佔了10%。文萊喺2014年仲實施咗一個叫伊斯蘭教法。文萊在2014年實施伊斯蘭教法。唔可以飲酒啦，亦都禁戒一啲嘅夜生活。不可以喝酒，也禁止夜生活。2019年呢，就實施更加激進嘅伊斯蘭傳統律法。2019年實施更激進的伊斯蘭傳統的律法。咁你可以睇到咧左下邊喎，看到左下面，裏邊咧有講到啦，如果你偷嘢咧就會斬手啦。如果偷東西就會被斬首。仲有如果你係同性戀啊或者通姦咧就會處以石刑啊。如果是同性戀或通姦的就會處以實刑。即係俾亂石咧去掟死。就會被亂石打死。雖然暫時未執行過。雖然暫時還沒有執行過。係啦，咁宗教方面可以睇下右上邊嗰間教會。右上邊的那個教會，佢叫做聖公會聖安德烈教會。是聖公會聖安德烈教會。係咧，而家文萊咧唯一一間咧合法嘅基督教教堂嚟嘅。是唯一合法的一間基督教教堂。佢叫藍色教會，因為係全部都藍色嘅。它叫藍色教會，因為它外牆是藍色的。咁咧，教會裏邊嘅同工咧就講到。教會裡面的同工說，因為唔可以隨便從國內嘅人傳福音，因為不可以向國內的人隨便傳福音，所以咧佢哋咧就，但佢又容許咧個國家又容許你向其他國家傳福音喎。但是他們允許向其他國家宣教，所以反而佢哋就會做多咗宣教嘅工作啦。所以他們做了很多宣教嘅工作，去下尼泊爾啊咁樣啦，像尼泊爾啊傳福音。咁其他教會想註冊咧係好難嘅。其他教會如果想註冊是很難的，好多時候只能夠以公司啊社團嘅名義去註冊，很多時候要以公司社團的名義來註冊，仲要咧交財務報告啦，受嚴格嘅限制，還要交財務報告，受很多的限制。咁如果你改教嘅話，如果你改教的話，係會面臨鞭刑或者最高30年嘅監禁，會面臨鞭刑和最高30年的監禁。但係如果咧你係改信伊斯蘭教咧，就會有獎勵喎。如果你改信伊斯蘭教，就會有獎勵。咁右下邊就提到啦，右下邊標題提到，其實年輕信徒都好唔容易喺教會嗰度，年輕的基督徒都很不容易在教會當中。但係咧，佢哋仍然係好努力，希望咧將福音咧去帶翻俾佢哋自己國家嘅年輕人。但是他們仍然很努力，希望把福音帶給當地的年輕人。咁總結，文萊咧就係一個好富有嘅地方。文萊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地方，但係咧喺呢一個宗教自由嗰度咧卻係非常之受限制。但是在宗教自由上很受限制。如果生來係馬來人咧，係好難咧係改信基督教嘅。如果生來是馬來人，他們很難改信基督教。教會咧嘅活動力都係非常之受限制。教會的活動也非常受政府的限制。我哋一齊咧都為文萊嘅呢幾方面去到祈禱。我們一起來為文萊的這些方面來禱告。唔該，謝謝。好，我們感謝以薩迦團隊為我們來報告。好，剛剛講到文萊是一個和平之國，和平之國竟然富到流油的國家，結果這些人沒有辦法很自由、很自在的能夠信他們的耶穌，好不好？我們現在起來，站起來，我們來有一節經文。我們 PPT 請打出一節經文，馬太福音5章14節說，我們一起念好不好？經文，好，你們是世界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我們再念一次，你們是世界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世界的光，神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让我们在世界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现在用我们伸起我们祷告的手，我们三真耶稣耶稣耶稣，我们用悟性，我们用我们的所知道的悟性或我们的方言，我们来一起来祷告。1、2、3，耶稣耶稣耶稣！感動佢哋嘅主，主要佢哋係一個咧富可敵國嘅國家，但係咧佢哋咧就係冇任何嘅自由。主要尤其是嗰啲馬來人咧，佢哋咧係唔可以改信佢哋嘅宗教啊。主要佢哋咧更係施行咧一啲咧非常之傳統、非常之咧嚴厲嘅伊斯蘭教法。主要我哋求你憐憫啊，主，我哋知道你嘅心喺度痛啊。主要我哋咧同你一齊嚟到係痛。神啊，為到呢50萬嘅人，主要當中只不過係有10% 係基督徒。親愛嘅主，憐憫啊主，憐憫啊主，主你嘅聖靈嚟到去感動嗰啲嘅在上嘅高位嘅嗰啲嘅掌權嘅嗰啲嘅國王啊主，掌權嘅嗰啲嘅皇族啊主，俾佢哋心知道，開佢哋嘅心知道咧，神你嘅旨意唔係咁嘅。主啊，你先至係王，你先至係掌權嗰一位啊！主啊，唯有投靠你先至有盼望啊！求你憐憫，將盼望賜俾民內裏邊嘅人，主啊，將呢個盼望同埋恩典賜俾呢一個嘅國家，以至到佢哋能夠可以得着救恩。主啊，有更多嘅人，特別係嗰啲嘅馬來人，有機會可以改信基督教。主耶穌，我哋感謝讚美你。主耶穌啊，多謝你，感謝你，主啊，求你嘅光咧去光照汶萊呢一個地方啊，因為你嘅愛咧係要充充實實咁樣咧去光照佢哋，讓佢個土地咧真係光照佢個土地咧，去使到咧人民嘅心要變，特別咧真係領導人嘅心咧唔好剛硬啊！甚至咧，主啊，你嘅光咧要光照咧成個汶萊呢個地方啊！每個市民都要甦醒，更加去為基督咧去爭戰啊！主啊，求你嘅愛咧、憐憫咧，大大咁樣咧臨到汶萊呢個地方。感謝主。是的，主啊，主啊，你對馬來人這樣的族群有一個特殊的，因為他們是和平之國，他們是可以為主來發光的。主啊，當他們這些年輕一代的人真的沒有辦法再生存下去的時候，唯有你的光照他們，唯有神在這一塊土地上施行拯救他們。我們兩個，我們來為第二點年輕的下一代來禱告。我們來兩個為年輕的下一代來禱告，為這個年輕的下一代，讓他們有一個不一樣的眼光。
在他们有新的眼光，主啊，让他们能够接受神你的福音，给他们勇气和信心，他们能够离开回教的势力，主啊，不在他们的国家当中，主啊，受到那个回教势力的来影响跟逼迫。感谢主。我们为着第3点，文莱的教会合一来祷告。刚刚以萨迦团队有来介绍，当他这一生当中只能信一个回教，不能信别的教的时候，他们的心多么的悲哀。求文莱的教会能够合一，能够带领当地的百姓，能够一起来转化他们的生命。好，我们为了第3点，我们一起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圣灵，圣灵啊，圣灵，你吹起清洁的风，吹到文莱的土地上面，让他们都能够用神的爱来爱他们。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主啊，主啊，是的，让他们能夠活出基督的盼望。多謝你，求你咧加添力量俾你嘅教會，係啊，讓你嘅聖靈咧充滿你嘅教會，係啊，讓咧使徒行傳啊嗰個咧聖靈嘅能力咧喺咧你嘅教會裏邊爆發，再讓佢哋咧能夠咧轉化當地，係啊，成為咧整個汶萊嘅祝福，係啊，再讓咧係啊佢哋每一個係啊都能夠咧喺城牆上係啊成為光成為鹽，因為耶穌你就係個光，佢哋要反照你嘅光，係啊，讓咧信心進入佢哋嘅裏邊，係啊，讓咧恩典進入佢哋裏邊，讓佢哋咧心中有盼望，能夠咧讓更多人咧認識佢哋嘅時候就認識耶穌基督你啊！我哋多謝你，奉耶穌嘅名。主讚美你，正如經文所講，係啊，教會就係光啊！讓弟兄姊妹咧喺心裏邊咧活出呢一種從你而嚟嘅自由，讓佢哋嘅生命咧就好似真光一樣，叫人咧見到耶穌基督你喺佢哋生命裏邊咧嚟到彰顯，讓佢哋咧又喺呢個地方上面行走啊，好像耶穌你一樣，係讓佢哋帶住聖靈嘅能力，帶住聖靈咧嘅祝福，叫周圍嘅人咧見到佢哋咧，原來呢個神咧係真嘅，耶穌你係嗰位活神，你係嗰位永活嘅真神。是的，主啊，求你與文萊的百姓同在，他們充滿了壓力，被逼迫的時候，環境出現這樣子壓力逼迫，完全前面沒路的時候，主啊，你與他們同在，求你親自的安慰他們，每天扶持他們，讓他們免於這些難關破壞，還有被逼迫，活出你慈愛的樣子。我們用一首詩歌，我們來敬拜我們的神。主啊，我們呼求你，打開你的天窗，主啊，把天門都要打開，主啊，把恩雨臨到文萊這個地方。當我為了文萊這個地方來禱告的時候，神對我說，文萊這個地方窮的只剩下錢，文萊這個地方很多錢，但是它很貧窮。主啊，我們呼求你的恩雨，呼求你的福音要臨到這個土地，
临到这个每个人民的当中。主啊，我们就向你呼求，主啊，求你的天门为文莱来打开。主啊，你福音要喂到文莱这个土地上，要临到每一个文莱人的生命的当中，好让他们来富足，好让他们每个人都得着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爱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